皆さんこんにちは，Kenです。你有冇試過咧喺學英文、學日文嘅時候咧，心裏邊明明知道好多文法同埋生字，但係咧想開口講嘢嘅時候，就會不斷喺度諗，咦，究竟咧我會唔會講錯咧？又或者咧，我係咪應該要換一個更加好嘅用詞咧？咁樣搞到咧最後咧根本就冇辦法順利開口。如果有嘅話咧，你就千祈唔可以錯過今日嘅內容啦。相信好多同學咧喺學日文又或者學其他外語嘅時候咧，都會有咁樣嘅經歷啦。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咧文法係咪唔夠好，所以咧就唔敢講。又或者咧要花好多時間去諗一句句子，結果咧就錯過咗發言嘅機會。又或者咧一緊張你就會講錯，好似咧越講得越多就錯得越多咁樣。呢一啲情況咧其實都係代表你嘅 monitor， 你嘅監控器可能出咗問題。我哋嘅監控器讓到我哋開口之前咧都諗一大堆嘢，最後咧反而就會失去咗流暢度。但同時，如果你完全唔理文法嘅話，講出嚟咧可能咧會錯漏百出，亦都會甚至乎影響溝通。如果你一直糾結應該點樣去拿捏呢個正確度同埋咧流暢度之間嘅平衡，咁接住落嚟嘅內容咧就可能會幫到你啦。著名語言學家 Stephen Krashen 認為，我哋咧喺輸出即係講又或者寫語言嘅時候，唔單單只係依靠習得系統，亦都會受到學習系統嘅影響。喺呢度補充一下啦 ，acquire 習得指嘅係我哋可以透過可理解輸入，自然地內化語言嘅能力，類似我哋咧掌握母語嘅方式。而學習 learning 就係指透過咧有意識地背誦規則、記憶文法等等嘅方式咧，去獲得我哋嘅語言知識。而如果我哋唔理解 monitor hypothesis， 就可能會長期陷入講嘢好棘，又或者咧錯誤太多嘅呢兩種極端情況。咁樣咧唔單單只係會讓我哋咧開口嘅時候緊張，亦都可能會令我哋咧開始懷疑自己嘅語言能力，影響我哋嘅學習動力。喺今日嘅影片當中，我哋會一齊睇一睇乜嘢係 monitor hypothesis， monitor 嘅三大條件，點解有時候我哋可以監控，有時候咧卻控制唔到我哋自己嘅監控器咧？三、過度監控 versus 監控不足，我哋應該點樣可以找到我哋當中嘅平衡？四、我哋點樣可以應用喺日常會話、寫作甚至乎考試準備上？如果你經常咧喺講嘢之前糾結用詞又或者文法，導致咧唔敢開口，咁今日嘅影片咧你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因為搞清楚呢個理論之後，你就可以更加自在地開口 output， 並且咧可以更加有效地進步。喺開始深入了解之前，請俾30秒鐘時間我。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關於日文學習、語言學習嘅內容，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並開啟下邊嘅通知小鈴鐺。你亦都可以喺影片下方嘅說明欄揾到我嘅 Instagram， 追蹤我嘅 Instagram 獲得更加多有關語言學習、日文學習嘅免費資訊。同時記得下載埋說明欄裏邊嘅免費電子書啦。呢3本電子書只需要1-2個鐘就可以睇晒，但呢3本書咧將會改變你一生嘅語言學習。唔單單只係學日文，對學習其他語言都非常之有用。感謝各位同學嘅30秒，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齊睇一睇呢個理論啦。其實過去有唔少同學，又或者我自己嘅朋友喺了解並且善用 monitor hypothesis 背後嘅原理之後，都成功突破咗想開口但係開唔到口，覺得咧一講錯就會好尷尬嘅陰影。過去咧，我有個朋友咧，原本咧同母語者交流嘅時候，每次咧都會先喺腦袋裏邊咧組織句子，諗到好完美先至開口，結果咧最後喺對話中咧經常會出現一啲沉默嘅情況。後來咧佢調整咗自己嘅監控、自己嘅 monitor 方式。平常訓練嘅時候咧，練習流暢度；遇到咧正式場合嘅時候咧，佢先適當地檢查文法。佢一直維持咗呢一個習慣，令到自己咧講嘢嘅時候自信心大幅提升。啱啱都講過啦 ，Stephen Krashen 咧認為咧，人喺使用語言嘅時候，主要會有2種系統。第一種習得系統 （acquired system）， 經由咧可理解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自然獲得語言嘅能力，類似咧我哋學習母語嘅方式。喺日常對話當中，我哋會自然地用到習得系統嚟運用語言、吸收語言。而第二個啦，就係學習系統 （learned system）。透過咧正式嘅文法學習、背誦規則、文法等等咧所得嘅文法知識，呢一部分咧就好似一個 monitor 監控器咁樣，喺我哋有意識地檢查句子又或者寫作嘅時候，用嚟糾正我哋嘅錯誤，提升我哋嘅準確性。OK， 咁我哋應該點樣利用我哋嘅監控器咧？ Stephen Krashen 提出，如果我哋想要啟動我哋嘅監控器嘅話咧，就需要滿足以下呢3個條件啦。第一個條件就係有足夠嘅時間。如果我哋同朋友簡短地聊天嘅時候咧，根本就冇辦法咧慢慢去檢查文法，自然咧就好難用到我哋嘅監控器。但係咧喺寫作等等嘅時候咧，時間就會比較充裕，就會咧更加容易啟動我哋嘅監控功能。第二個就係專注於語言嘅正確性。如果你當下自己諗住咧想快啲將意思表達完，咁樣嘅話咧，你就唔會去理文法係咪正確。
只有咧喺你願意將專注力放喺形式上邊，我哋咧先至會動用到我哋嘅監控器。而第三個就係我哋學過嘅規則。如果你根本就唔知道某個文化規則嘅話咧，就算你想檢查，亦都冇辦法修正。要能夠監控咧，就必須先具備相關嘅知識。咁樣咧就係點解我經常強調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輸入每日都要做嘅同時，文化學習亦都係同等重要。但係啦，監控器係咪用得越多就越好啦？接住嚟我哋睇一睇以下呢3個監控情況啦。第一個，過度監控，經常依賴文化規則，導致咧講嘢嘅時候棘住，好怕咧表達嘅時候出錯，進而咧影響我哋嘅流暢度。第二個，監控不足，完全唔理會文化，錯誤非常之多，而且咧冇主動去注意，以致到咧冇辦法進一步去提升。而第三個，最佳使用者，我哋喺需要精確度，譬如係寫作或者正式嘅場合嘅時候咧，先至用到監控器。平時練習又或者咧自然交流嘅時候咧，先着重流暢度，咁樣咧可以平衡到我哋嘅正確度同埋流暢度嘅同時，亦都可以達到咧表達能力嘅改善。語言學習嘅重點在於大量嘅可理解輸入同埋適當嘅輸出。想要講得流利，其實咧唔能夠一路及住啲文法唔放，但係咧如果我哋完全唔去理文法嘅話咧，可能咧會棘住喺錯誤太多而難以進步嘅呢個階段。喺呢一個基礎上邊，我哋應該建立自己定期做可理解輸入同埋文化學習嘅習慣，並且咧為自己提供適當嘅輸出機會。Stephen Krashen 嘅理論強調，我哋需要大量輸入嚟習得主要嘅語言能力，將學習到嘅文化規則當成監控器，喺需要嘅時候咧先至適當地修正。各位同學唔好忘記啦，錯誤係學習嘅過程嘅一部分，偶爾犯錯唔代表我哋嘅失敗，而係代表你知道邊一度應該需要加強。只要持續地練習，你自然會建立起語言嘅直覺能力，最後再運用自己嘅監控器嚟改善自己嘅語言能力。再同大家做個總結啦，監控假說，我哋透過習得系統嚟自然使用語言，學習系統咧就扮演住監控又或者咧修正嘅角色。而喺修正嘅時候，如果我哋要啟動我哋嘅監控器，我哋必須要有時間專注喺形式，而且咧知道文化嘅規則。喺監控嘅時候，監控不足、過度監控，兩者都會造成學習嘅障礙。我哋需要找出適合自己嘅監控方式，先至能夠有效改善自己嘅正確度同埋流暢度。喺習得 acquisition 方面，我哋平時要多累積可理解輸入，自然地培養語感。喺考試、寫作、演講等等追求準確性嘅場合嘅時候，先至適當使用自己嘅監控嚟進行修正。非常感謝大家睇到最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影片對你有幫助，請幫忙撳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學緊語言嘅朋友。千祈唔好唔記得追蹤我嘅 Instagram，獲得更加多有關語言學習、日文學習嘅資訊。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拜拜。